安南病院引入贵上的医疗仪器好神刀，目前全台湾敢有4台，伫南台湾更是安南病院才有。病院希望用透过上新的科技仪器来针对肿瘤的治疗更精准、更加快速，嘛希望会当透过新的仪器来帮助更多严重的患者。我们责无旁贷，对台南地区乡亲父老的健康照顾，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们本来承诺从一个地区医院，那现在升格到区医院以外，我们希望有部分的医疗设施或医疗水准可以达到医学中心。那今天这个好神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放射治疗，那但是呢，它又朝向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跟所谓的更科技的方法来照顾我们需要做电疗、放射治疗的这些病友们。那这个好处它第一个它是全台湾第4台是南台湾的第1台，这个癌症病友的照顾大家都责无旁贷。那它除了更精准、更迅速以外，它对一些环境的保护会更好。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友院，那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除了我们自己院的病人，我们可以服务其他友院的病人。安南病院放射肿瘤科张凯祥主任表示，目前较常看到的仪器是瑞士刀，不过好神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当比瑞士刀更加精准到肿瘤的部位来进行手术，而且咧治疗过程的时间嘛比瑞士刀较紧。另外，好神刀的病程关度嘛较低，借此嘛会当降低患者咧治疗的时阵的危险。好神刀的部分来说的话，它突破了以前传统这个吸型加速器的一个限制，所以它的治疗的这个高输出量跟这个治疗的速度都会比以前的来得更为快速。所以对于一些可能我们在治疗上面可能平常要用比较久的时间的病人的话，其实就有帮助。那对于一些像我们在骨盆腔的位置，像今天这个攝護腺癌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的腹癌，或者是这个肠癌的部分的话，它都有蛮显著的影响。那对于一些像可能我们其他的位置，像我们的这个胸部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部分，我们在好神刀的基础之下，会搭配一些呼吸调控的方式，让它在短时间可以快速的达到治疗的位置，有效的去闪避它的正常组织，达到更好的治疗的一个计划的呈现。这样，上重要的部分，好神刀会当降低患者咧治疗的时阵的无爽快，对身体副作用嘛比过去更较少。安南医院好神刀赞！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